澳洲預算案，反對黨狠批工黨變相加稅。澳洲大改失業制度，揾工模式全面翻新。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澳洲廣新聞。隔咗2個禮拜，澳洲政壇同社會焦點依然圍繞住最新財政預算案引發嘅爭議同埋辯論。今次呢一集節目會同大家就預算案幾個稅務改革，睇下反對黨所提出嘅批評，以及佢哋提出咗乜嘢唔同嘅方向同取向。另外，政府最近亦公布咗新一輪失業同就業服務制度改革，準備大幅修改現時嘅求職支援模式。我哋都會同大家詳細分析，究竟改革會點樣影響求職人士同福利制度。好，而家先由第一單新聞開始。澳洲預算案爆政治風暴，反對黨狠批工黨變相加稅。澳洲聯邦政府最新財政預算案喺國會繼續引發激烈爭拗，而喺過去幾日，反對黨聯盟黨更加全面升級攻勢，集中批評工黨政府提出嘅稅務改革，形容今次已經唔再係一份生活成本預算案，而係一份加稅預算案。今次最大焦點仍然圍繞住 negative gearing 負扣稅、資本增值稅 capital gains tax 簡稱 CGT 同埋家族信託 family trust 稅務改革。喺負扣稅同資產增值稅方面，財長 Jim Chalmers 表示，政府希望透過改革稅制，改善首次置業人士面對嘅樓價壓力，同時令整個制度更加公平。根據政府方案，未來新購入嘅現樓投資物業將唔可以再享有現時全面負扣稅優惠，而現時嘅50%CGT 折扣亦會改為只按通脹調整。不過，反對黨領袖 Angus Taylor 同影子財長 Tim Wilson 呢幾日就猛烈抨擊政府，表明聯盟黨會盡力阻止有關法案通過國會，甚至揚言如果將來重新執政，會撤銷相關措施。Taylor 形容有關政策係有毒稅項，認為會打擊投資意欲、削弱經濟信心，並且進一步推高租金。而喺過去幾日，樓市同商界嘅反應亦開始升溫。唔少地產業界人士警告，改革可能令投資者退出市場，影響新屋供應。有分析指出，澳洲目前本身已經面對嚴重住屋短缺，如果投資者減少買樓，未來租盤供應可能會更加緊張。另一方面，政府就堅持改革有需要。工黨認為現時稅制長期偏向資產持有人，尤其有利已經擁有多個物業嘅投資者，令到年輕人越嚟越難上車。財政部估計，改革後樓價升幅會放慢，有助更多首次置業人士進入市場。而另一項爭議就係家族信託稅務改革。聯盟黨近幾日不斷批評新制度等同於變相死亡稅。不過，多名稅務專家就公開反駁，指措施並唔係向遺產徵稅，而係針對部分高收入人士透過信託安排減少交稅。所謂家族信託，英文叫 family trust 或者 discretionary trust， 其實喺澳洲非常常見。好多中小企老闆、自僱人士、投資物業家庭，甚至農場同專業人士都會用呢種方式管理資產同分配收入。現時制度下，Trust 本身通常唔直接交稅，而係將收入分派俾家庭成員，再由每個人按自己個人稅率報稅。咁樣做，有時可以透過將收入分俾低收入家庭成員，減低整體稅務負擔。而政府今次提出改革，核心內容係由2028年開始，部分 discretionary trust 將會引入30%最低稅率，即係話，就算收入分派俾低收入受益人，都可能要先按30%交稅。政府認為現時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 trust 做收入分拆減稅，對普通打工仔並唔公平。聯盟黨之所以稱佢做死亡稅，主要係因為部分 testamentary trust， 即係透過遺囑成立、涉及遺產安排嘅信託，都可能受到新制度影響。不過，多名專家指出，今次改革並唔係向遺產價值本身徵稅，亦唔係人死後即時收遺產稅，所以嚴格而言，唔屬於真正嘅 inheritance tax 或 death duty。總體而言，除咗政界互相攻擊之外，商界內部對政策亦出現分歧。有大型發展商認為限制負扣稅可能打擊樓市投資，但同時亦有部分商界人士支持改革。
澳洲聯邦銀行行政總裁 Matt Comyn 最近公開表示，適度改革 CGT 折扣有一定合理性，但認為政府需要避免打擊創新投資同企業發展。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前自由黨財長 Joe Hockey 最近亦公開支持取消現樓負扣稅優惠，認為現時政策確實推高樓價。不過，佢同時批評政府現時提出嘅 CGT 改動過於激進。而喺國會辯論方面，雙方火藥味亦越嚟越濃。反對黨批評政府違反之前唔會大改負扣稅制度嘅承諾，而工黨則反指聯盟黨只係維護既得利益者。總理 Anthony Albanese 最近為改革強硬辯護，強調政府已經用盡所有方法改善住屋供應，而稅制改革係必要嘅一步。目前政府仍然需要喺參議院爭取支持，預料未來幾星期圍繞樓市、投資、租金同稅制公平嘅爭議將會繼續升溫。今次預算案亦已經成為澳洲近年最具爭議性嘅財政改革之一。澳洲大改失業制度，搵工模式全面翻新。澳洲聯邦政府近日公布新一輪就業服務改革，準備大幅修改現時嘅 Workforce Australia 制度。當局形容今次將會係澳洲近30年嚟最大規模嘅就業服務改革之一。政府希望改變過往一刀切模式，改為按照求職者唔同背景、能力同困難程度，提供更個人化支援。現時嘅 Workforce Australia 制度一直被批評過於着重 compliance， 即係要求失業人士完成固定數量嘅求職申請、報到同活動，否則可能會被停發福利。唔少團體認為制度過分官僚化，對真正幫人揾工幫助有限。就業及勞資關係部長 Amanda Rishworth 表示，新改革將會放棄以往人人同一套規則做法，未來會將求職者分流成唔同服務類別，例如一部分較容易重返職場人士，主要會透過網上平台配對工作；而長期失業、身體或心理健康有困難，甚至有住屋問題嘅人士，則會獲得更深入同面對面支援。政府同時宣布，會喺新財政年度預留大約3億1200萬澳元，推動有關改革。當局指出，現時全國就業服務制度每年開支接近20億澳元，但係成效一直受到質疑，因此希望透過改革提升效率，同時真正協助求職者重返職場。新制度之下，政府亦都計劃改革所謂 mutual obligations， 即係領取失業福利人士必須完成嘅要求。未來唔再只係硬性規定每個月一定要遞交幾多份工作申請，而係會根據個人情況制定目標，強調合理同有效。政府認為部分求職者其實需要技能培訓、心理支援，甚至基本生活穩定，先有能力重新投入勞動市場。當局又會改善評估系統，希望求職者一開始進入制度時就能夠更準確識別佢哋面對嘅障礙，再安排適合支援，而唔係等幾個月甚至1年之後先轉介服務。今次改革背景正值澳洲失業率近月回升。根據澳洲統計局數據，今年4月失業率升至 4.5%。政府亦關注越來越多年輕人長期依賴 JobSeeker 等福利。不過，部分社福團體仍然批評政府未有完全取消對失業人士嘅懲罰機制，認為現時制度仍然對弱勢人士造成壓力。但係政府就強調，改革方向並非取消責任，而係希望制度變得更公平、更有針對性，同真正幫助求職者建立長遠工作能力。好，今日嘅節目又差唔多啦。大家應該都可以預計到，嚟緊財政預算案嘅辯論將會越嚟越激烈。我哋會緊貼事情嘅發展，為大家作出有深度嘅分析同報導。如果大家想繼續留意更多澳洲時事、政策消息同社會新聞，記得訂閱同支持我哋嘅頻道。我係 Jason，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